日本係咪會發生南海海潮大地震？又有新嘅講法。有日本專家話喺2030年代必定會發生，而且連帶富士山都會爆發。日本到時恐怕會倒退返去江戶時代。繼日本政府專家小組3月底發布南海海潮未來30年內發生9級大地震嘅機率上升至80%嘅預測之後，日本傳媒 Minkabu 引述地球科學家、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鎌田浩毅警告，2030年代必定發生大規模南海海潮地震，更加可能連帶引發日本最大活火山富士山爆發。日本社會屆時恐怕退回到江戶時代水平。佢解釋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已經破壞富士山岩漿房嘅穩定性，所以富士山其實已經處於隨時噴發狀態。又話日本歷嚟最強地震係發生喺1707年江戶時代嘅寶永地震，主震同其後引發嘅大規模海嘯，導致6萬棟建築物被沖毀，估計有5000至2萬人罹難。而喺寶永地震發生後49日，發生富士山大爆發，當時噴發大量火山灰，離佢近100公里嘅江戶地區，亦都即係現時嘅東京，堆積嘅火山灰厚達5厘米。鎌田浩毅指，若果富士山大爆發重演，市區電力、自來水同燃氣供應將全部中斷，經濟活動、交通同通訊系統亦都會停頓，現代化嘅日本將會暫時退回到江戶時代水平。有學者就話，回顧富士山嘅噴發史，發現佢每隔大約50至100年就會發生噴發。但係自1707年江戶時期嘅大爆發之後，富士山已經沉寂大約300年，累積嘅巨大能量一旦爆發，破壞力難以想像。內閣府早前曾經估算，富士山大爆發一旦重演，可以造成至少25000億日元，折合近1360億港元經濟損失。有專家就警告，若果南海海潮大地震同富士山大爆發同時發生，經濟損失將高達幾萬億日元。